查理·蒙格，資產回撤超過18%，立刻執行這個動作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當你的投資組合突然掉了18%的時候，你應該做什麼？是趕緊賣掉止損，還是咬牙繼續持有？查理·蒙格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看法，而這個看法可能會完全改變你對投資的理解。當市場給你一記重拳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們要來聊聊一個讓很多投資者晚上睡不着覺的話題。你知道嗎？當我們看到自己的投資賬戶數字一天天往下掉的時候，那種感覺真的很難受。特別是當你發現自己的資產已經回撤了18%甚至更多的時候，心裏肯定會開始慌張，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決定是不是錯了。但是查理·蒙格，這位巴菲特的黃金搭檔，這位幫助伯克希爾、哈撒韋創造了無數財富奇蹟的投資大師，他對這種情況有着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。而且更有趣的是，他的做法跟我們大多數人的本能反應完全相反。今天我們就要深入探討一下，當你的資產回撤超過18%的時候，蒙格到底建議我們做什麼，以及為什麼這個動作如此重要。18%這個數字的秘密。首先，我們得聊聊為什麼是18%這個數字。這不是蒙格隨便拿出來的一個數字。在投資的世界裏，18%到20%的回撤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心理關口。當你的投資組合掉到這個程度的時候，很多人會開始恐慌，開始懷疑自己的投資策略是不是出了問題。根據歷史數據，標準普爾500指數在過去幾十年裏經歷過很多次這樣的回撤，而每一次回撤之後，市場最終都會恢復，甚至創造新高。但問題是，當你正處在那個回撤的過程中時，你根本不知道這次會不會跟以前一樣恢復。這種不確定性會讓人非常焦慮，也會讓很多人做出錯誤的決定。蒙格觀察到，大多數投資者在這個時候會選擇賣出，他們覺得自己需要保護剩下的資本，擔心如果不賣的話損失會更大。但這恰恰是最糟糕的做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當你在市場最低迷的時候賣出，你就把賬面上的損失變成了真實的損失，而且你也錯過了之後市場反彈的機會。蒙格的反直覺動作。那麼蒙格建議我們做什麼呢？答案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。當你的資產回撤超過18%的時候，他建議你不但不要賣，反而要考慮加倉買入。沒錯，你沒聽錯，就是在大家都在恐慌的時候，他告訴你要更積極地投資。這聽起來好像很瘋狂，對不對？但如果你深入思考一下蒙格的投資哲學，你就會明白這個動作背後的邏輯其實非常清晰。蒙格一直強調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，價格和價值是兩回事。當市場下跌18%或者更多的時候，很多優質公司的股價也會跟着下跌，但這些公司的內在價值並沒有因此減少那麼多。蒙格曾經說過一句話，大概意思是說，如果你不能在你的股票下跌50%的時候還繼續持有它，那你就不配在它上漲的時候賺到錢。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刺耳，但它道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真相：投資成功的關鍵不是避免波動，而是利用波動。當別人因為恐懼而拋售的時候，你有機會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入優質資產，這才是真正聰明的投資者應該做的事情。為什麼大多數人做不到？說實話，知道這個道理是一回事，真正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們都知道，
當你看着自己的賬戶每天都在縮水的時候，那種壓力是很難承受的。人的大腦天生就是為了避免損失而設計的，這是我們祖先在進化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生存機制。在遠古時代，如果你犯了一個錯誤，比如說吃了有毒的果子，那可能就會喪命。所以我們的大腦被設計成對損失特別敏感，對風險特別警惕。但是在投資的世界裏，這種本能反應往往會害了我們，因為市場的波動是正常的，短期的下跌並不代表你的投資決策有問題。蒙格之所以能夠在市場下跌的時候保持冷靜，甚至還能加倉買入，是因為他有一套完整的思維框架。他不是看着股價的漲跌來做決策，而是看着公司的基本面，看着公司的競爭優勢，看着管理層的能力。只要這些核心要素沒有改變，短期的價格波動對他來說就只是噪音而已。如何培養這種心態？那我們普通投資者要怎麼才能培養出這種心態呢？首先，你需要在投資之前就做好充分的研究。蒙格和巴菲特都強調，你應該只投資那些你真正了解的公司。如果你對一家公司的業務模式、競爭優勢、財務狀況都非常了解，那麼當它的股價下跌的時候，你就更容易保持信心。其次，你需要有一個長期的視覺。蒙格經常說，他們的持有期是永遠。當然，這有點誇張。但重點是，他們不會因為短期的波動就改變自己的投資決策。如果你把投資的時間軸拉長到10年、20年，那麼1-2年的回撤就不會讓你那麼焦慮了。再來，你需要確保你投資的錢是你真正能夠承受損失的錢。如果你把生活費、孩子的教育基金都拿去投資了，那麼當市場下跌的時候，你肯定會睡不着覺。但如果你投資的是你未來5年、10年都用不到的錢，那你就有足夠的心理空間來應對市場的波動。實際操作中的注意事項。當然，蒙格的建議並不是說你應該盲目地在市場下跌的時候買入任何東西。這裏有幾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。第一，你買入的必須是優質的公司，是那些有強大競爭優勢、良好管理層、健康財務狀況的公司。如果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本來就有問題，那麼它的股價下跌可能是反映了真實的價值下降。這種情況下，你就不應該加倉。第二，你需要有足夠的現金儲備。蒙格和巴菲特都非常重視現金的重要性。他們會在市場好的時候保留一定比例的現金，這樣當市場出現回撤的時候，他們就有彈藥可以利用機會。如果你已經滿倉了，那麼即使市場給你提供了很好的買入機會，你也沒有辦法把握。第三，你要能夠區分市場的正常波動和公司基本面的真實變化。有時候公司的股價下跌是因為整個市場都在下跌，這種情況下，如果公司本身沒有問題，那就是一個好的買入機會。但如果公司的股價下跌是因為它失去了競爭優勢，或者管理層出了問題，那你就需要重新評估你的投資論據了。歷史給我們的啟示。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投資歷史，就會發現蒙格的這個策略其實已經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。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，市場經歷了巨大的回撤，很多優質公司的股價都腰斬了。那些在恐慌中拋售的人損失慘重，而那些保持冷靜，甚至在低點買入的人，後來都獲得了驚人的回報。巴菲特在那個時候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，標題叫做《買入美國》，鼓勵大家在市場低迷的時候投資。
事實證明，那些聽從他建議的人都做出了正確的選擇。同樣的情況在2020年疫情初期也發生了，市場在3月份暴跌，但很快就恢復並創造了新高。蒙格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夠在這些危機中保持冷靜並做出正確的決策，是因為他們有一套經過時間考驗的投資框架。他們知道市場總是會過度反應，無論是向上還是向下。而真正的投資機會往往出現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候。真正的智慧，說到底，查理·蒙格給我們的建議不僅僅是一個投資技巧，更是一種人生智慧。當你的資產回撤超過18%的時候，立刻執行的這個動作，保持冷靜，評估基本面，在確信價值的前提下考慮加倉，這需要的是理性、耐心和勇氣。這種做法之所以困難，是因為它違背了我們的本能。但也正因為困難，所以能夠做到的人才能在投資中獲得超額回報。市場會獎勵那些能夠克服恐懼，在別人恐慌的時候保持理性的人。我們今天分享的這些內容，希望能夠幫助你在下一次市場回撤的時候做出更明智的決策。記住，波動不是風險，真正的風險是永久性的資本損失。只要你投資的是優質的公司，短期的價格下跌只是給你提供了一個更好的買入機會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和經驗。我們下次見。